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这阵啊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，拢叫大家见面千万唔通握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握手的握。这个握的意思，就是用手出来抓条的，或者是讲提条的，像咱讲握手。另外，这个握嘛有控制、掌管的意思，像咱讲握拳，就是握拳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握手，就是讲两个人见面了后，互相伸手相握，代表一款的礼貌。第二个词把握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掌握你的手头，代表有信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世界无意中拄到大冰车，有这个机会会当和伊握手，你就要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。当然，现主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也是尽量避免握手，安尼较妥当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握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